剧本呢有角色，请领班来帮咱配一个。配分配一你个，配一个。所以即马开始哦。好两位，我要讲啥？我就听一下你的声的话。哦，阿亮啊，啊你哪有樱桃过来？你什么风甲你吹来？金赞，来，哦，当然嘛是有代志啊。上台上台住！太重要，上台住！有啥物气息？我莫像你安尼假鬼假怪，我家己的声就好啊。不过较缘投的哦。较缘投当哦。然缘投现在当看到哦。当然啦。哎呦，无简单，猪油味，想歹想歹。我跟你讲哦，迄查甫男主角的声若要缘投啊，讲话爱较速个，爱较定到。猪油味，不是哎呀，这包装的反都公司台语台，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请收看《台语我上赞》。